多嘅前線經驗咧，去帶領同事咧去照顧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，所謂嘅 SEN 嘅學生。就住局長關於呢個方面佢嘅回應咧，我係極之失望同埋擔憂。我哋嘅訴求唔係話想多啲再多啲，唔係呢個嘅，唔係呢種模式啊。因為現時係按人頭，本來10000蚊一個，咁施政報告出咗啦，就13000蚊一個。嗱，舉個例，如果你有20個，咁你變咗咧，你就可以咧係撥款有26萬，但係咧仲要分 Phase 1、Phase 2嘅喎，第一期、第二期。咁你第一期咧就攞70%嘅，咁你就係攞呢啲錢咧，學校咧可能咧就去買一啲服務啦，或者咧去請一啲嘅導師啦。但係呢一種嘅按人頭嘅模式咧，第一，佢並唔係一個常規，一個係regular 嘅撥款，以至到咧你可以用啲錢去請人咧，變咗你請到好嘅人，佢當佢咧有另一個嘅好嘅職位咧，佢就會離開。現時如果因為人口減少，讓到好多照顧緊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嘅 Band 3學校因此而縮，甚至乎可能咧要結業，咁我真係擔心呢一啲同學。邊啲人去照顧呢？曾經好努力、好用心去照顧呢啲同學嘅第三組別嘅學校，因此佢哋嘅經驗、佢哋嘅技巧，因此而咁樣出現斷層，讓呢啲同學去到 Band 2，甚至乎到 Band 1，係咪一件好事呢？